王老师，这是我和冬眠新拍的摄影作品，您帮我们点评一下吧。嗯，好。王老师，我们这个人物动态的捕捉还可以吧？这是你们俩 PS 的吧？啊，不是啊，这是原片儿。您不是说过吗？您喜欢原汁原味的。舒服吗？哎，高芳，你这是干嘛呢？你不是要给冬眠买生日礼物吗？怎么跑这儿来了？哎，走，咱买个香水就差不多了，走吧。哎呀，老公，老土，人家现在姐妹之间已经不兴送那么官方的礼物了，是吗？太无聊。冬眠的心思啊，我知道，我选的礼物他一定满意。你就乖乖在这儿等我啊。成功就在今夜，但使龙城飞将在。Come on, baby, don't be shy 哥们儿，我给你推荐一款我们店的镇店之宝，用过都说好，让你成为男人中的战斗机。闻是没有用，不过呢，我可以给你打一个折扣，今晚保证你满意。老公，哎，幸福死你们！干嘛呀你们俩？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两位，给我带什么好东西来了？哇塞，公主装啊！女神霸气侧漏，太澎湃了！侧漏什么侧漏？工作去！喜不喜欢啊？喜欢死了！看来你们俩最近这心经练的挺不错的啊。我在这儿就开始热了啊！哎，冰冰，多来杯水。启明公主要来啊！是呀，都想喝了，成功就在今夜。哎，你最近不是练心经吗？给我支两招。告诉你戚明风的敏感区吧，就在这里。老婆，你怎么知道戚明风的敏感区的？就是，你怎么知道的呀？淡定，因为我那天不小心在理发店跟他碰上，然后呢？然后我就跟他打了个招呼，再然后呢？再然后，他就跟理发师两个人扭扭捏捏。啊？他不会跟麦克一样是个双插头吧？开始我也这么以为，你不知道戚明风那小脸涨得通红，娇羞欲滴的，看起来特别像小受。喂，老婆，什么叫小手啊？老公，这种问题你还是上网查好123吧。哦，后来我发现理发师正在给他吹头发，吹到他耳朵的时候，他整个人就沸腾了。
知道了。抓住机会啊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谢谢闪闪。欧弟，钢琴漆面什么头像？情侣戒指，特意在网上给你订购。谢谢 baby。不客气。哎，博士呢？有一匹马的眼睛受伤了，他正在给他做手术，今天我就代表他了。什么情况啊？怎么就代表人家了呢？是啊，我怎么就不能代表他呢？切，八婆见人就是矫情。哎，你那贵宾怎么还没来？哟，贵宾来了。冬眠，生日快乐！谢谢你，亲爱的。嘿呦，我们怎么没有这个？我们都送礼物了啊！哎呀，老婆，人跟人不一样啊。啊，杨大为，你别在这挑事儿啊！葛芳上。哎，老婆，我不是诚心的。小十一 baby 上桥上。 OK，女神。哎。生日快乐！哎呦，你们是不是当我们不存在、透明的？谢霆锋，今儿我得给你再喝一个，来。咱俩喝一个满杯。好，来一个。干杯。喝了呀！喝了，干了，干了，干了。我们一起干了啊！来，干了！干。谢谢你，牛我！今天我喝太多了，不行了。不行了。哎呀，太沉了，给它放下吧。他都成这样，他今晚行吗？我行啊，别管了，先拖回去再说。哎呀。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less climes and starry skies. All that's best of dark and bright meet in the aspect of her eyes. One shade more, one pale less. 她在美中徜徉，她在美中穿行，像深邃的苍穹缀满繁星，像皎洁的夜空万里无云。
out of my way. It's your birthday. It's your favorite poem, and I wanted to give you these roses. Well, anyways, he's drunk and he shouldn't be with you. 美融入他的举止，美融进他的眼神，美在乌黑的发丝摇曳，美在灿烂的脸上群寻。完了，你说你们这些个死洋鬼子啊，远渡重洋的到这儿来，就为了给我搅和黄事儿，是不是？我这就差最后一步了，你知不知道？哎，你说哼哼哼哼唧什么呀？你们还，你以为你们会点抑扬顿挫就是莎士比亚啦？冬眠，说谁是莎士比亚呢？我说那个会抑扬顿挫的死麦克。哎，你还别说哈，他还真有那个范儿。有什么范儿啊？我看他就是一挨千刀的范儿。你知道吗？我这天时地利人和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哎，我这东风没等来，结果等来了麦克的抽风。你那哪是只欠东风啊？我觉得呀，你顶多是一个草船借箭。啊？什么意思啊？你跟戚明风那些事儿吧，闪闪跟我说了一些。这个雷珊珊简直太乌鸦嘴了，这也跟你说，看来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可不简单啊！不，我们俩就是好朋友，是那种纯哥们儿关系，这真的。冬眠，我告诉你啊，你不能呢，因为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就对未来的生活失去信心，你要重拾自信。我没有失去信心啊，我一直都很有自信，我每天一睁眼睛就是满满全是正能量。那就好。再说了，我爱他的时候，他是一水晶杯子；我不爱他的时候，他就是一玻璃碴子。我现在有新欢了，我干嘛还要去爱我的旧爱呢？新欢旧爱，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是这样的。你只要开心就好了啊。站住！你鬼鬼祟祟的上我这儿来干嘛？我警告你啊，咱们两个早就已经结束了，好吗？你是我的过去式，我请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妨碍我寻找我的将来时。咱这样吧，咱要是谈的话，咱们说的准确一点，好吧？咱俩还是夫妻关系，因为在离婚协议书我还没有签字。我已经签过字了，你有没有签字跟我没一毛钱关系。我知道，你先听我说，好吧？我知道你为什么跟戚明凤在一起，我知道是为了生一个孩子。你说什么？所以，居然你是为了一个孩子，其实你也没有必要在他身下受这个苦，对吧？你就跟我生一个就完了。我的日就不要你管。所以，然后咱俩要一个孩子，生完了之后，好，如果你还是不愿意跟我在一起，那咱俩还是可以分开，但是这个孩子还是存在。谁跟你说我要生一个孩子的？是闪闪跟我说的。但是其实我们应该生一个孩子，基因特别重要。你的基因多好，我的基因多好，咱们孩子基因多好啊！基因？你竟然跟我说基因？我告诉你，我的孩子才不要你那么变态的基因呢！我请你给我离开，现在立刻马上就离开，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我现在没有办法离开。我不管，我再说一遍，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消失！不，我现在没有办法。你走不走？你信不信我打你？我现在没有办法离开，因为我约了那个唐人画廊的王老师过来谈合作。画廊王老师？哦，对，你们俩好像认识，他以前是电影学院的老师。什么？电影学院的王老师？对。哎，怎么了？完了，
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哎，可风，我跟你说，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你现在立刻马上就过来火速！什么？麦克请来的美术顾问是王老师？如果要是真是那个消失了5年的王老师，那闪闪知道吗？他不知道，但他知道我们请了一个美术顾问，美术顾问早晚也得来，闪闪也得接待，所以他们早晚也得碰。闪闪要是和王老师碰到了，他会怎么样啊？能怎么样？肯定疯了呗。哎，这真的有这么严重吗？废话！麦克，我说你是不是就是一瘟神啊你？怎么一遇到你，那么多事儿都变成了坏事儿呢？冬眠，我觉得闪闪不会像以前那么恨王老师了吧？恨不恨我不知道，但是前几天我跟闪闪喝酒喝到天亮，我们俩喝醉的时候，他一直在念叨王老师的名字。那怎么办啊？啊，怎么办？那能怎么办呀？那真是按冬眠说的那样，那绝对不能让闪闪跟王老师见面啊！对，今天不能让他俩见面。还是别让他们见面了。要是见面的话，真不知道雷闪闪会做出什么样的事儿来。咱们还是先让他们2个分开，然后再慢慢的告诉他，让他有一个心理准备。麦克，你赶紧给王老师打个电话，跟他说约在其他的地方，离马场越远越好。对，这是一个这是非常好的办法。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王老师刚到门口吧？那大卫、可风，你们赶紧去找雷闪闪。麦克，赶紧给王老师打电话，想尽一切办法的拖住王老师。再放松一点，对，肩膀放松，对，再稍微的慵懒一些。老公，他在创作呢，我们去打扰他吗？都什么时候了，顾不了这么多了，上。很好啊。来，你们怎么来了？好，看看你啊。你们去会所了吗？麦克来了没有啊？啊，去了，我们还碰见麦克了。他说让你别过去了，你们那个合作项目谈不了了，美学顾问来不了今天。对，来不了。他上午还跟我说没问题呢，下午就来不了了。这美学顾问谁呀？太不靠谱了。还能有谁？啊，对了，给你们介绍一下，小龙哥是我们马场的金牌教练。嗨。行了，我去会所看看。我们其实找你有点事儿。什么事儿？说呗。啊，对，私密的事儿。啊，杨大伟，是不是您那方面又不太行了？哎呀，当然行。当着人家的面别这么说话。起码有助于提高性功能，是吧，小龙哥？对，起码有助腰椎。没事，上我们马场骑马来啊！我过去了。干嘛去啊你？就是。你就在这儿跟我们聊聊天呗。对，我们就是想在这儿跟你聊。你怎么那么奇怪？完了，计划失败。追！王老师，这是我们的会所。这边这位美女是叫冬眠，她是我们的老板，好像以前也是您的学生。冬眠，我记得你好像是02级的，对吧？对，在班里我跟雷闪闪最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麦克。珠宝展的策展人呢？哦，他正好不在今天。我给你介绍吧，我给你看看。
请。嗯，好。珊珊，好。珊珊，你好。好久不见。啊，珊珊，这是我们请来的美术顾问王老师。王老师，这是您一直想见的策划人雷闪闪。你好，王老师，好久都不见了。今天正好我有空，我带你去马场转转吧。早说好啊！但是现在确实是没时间，因为我得带他回画廊啊。改天吧。王老师，咱们先走吧。同学们，你们在下笔之前一定要仔细。生日快乐！谢谢。珊珊，你好。珊珊，珊珊，baby，你去哪儿了？跑步。没事吧？麦克，我想问你一件事儿。问吧。你怎么认识王老师的？你是唐人马球场，他是唐人画廊，你们一个老板。真的？那我跟他也太有缘了。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没问题，但是你也得帮我一个忙。什么忙？王老师，我给你搞定，但是冬眠你也得帮我把他弄到我身边。